真正嘅富養唔係要花錢，而係要修煉自己。所謂富養自己，唔係要買名牌、出國旅遊或者去高級餐廳，而係願意每日花時間去鍛煉自己。鍛煉早起嘅自律，令生活更有節奏；鍛煉專注嘅能力，唔會被雜念牽走；鍛煉情緒嘅穩定，即使遇到唔順心嘅事，亦都能夠平靜呼吸。富養唔係在於擁有外在嘅嘢，而係在於你能唔能夠穩得住。當你能夠靜下來，面對困難唔逃避，能夠喺焦慮之中找到平衡，呢一份底氣先至係人生最難得嘅奢侈品。真正嘅成長係令自己越嚟越篤定，越嚟越柔韌，因為能夠持續鍛煉嘅人，最終都會變成嗰個能夠撐得住風雨，亦能享得起陽光嘅人。富養自己唔係要取悅世界，而係讓自己變得越嚟越有力量。